Hello，呢條片同大家去分享關於財嘅誤解。據我了解，好多學八字嘅朋友都非常相信財為養命之源呢一句說話，包括我自己本人，大家都非常之希望自己嘅財運好好。不過我哋需要謹記嘅一點係，財星為我克者，意思係需要我哋付出努力，而非不勞而獲。不勞而獲係印星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想幫助一個人，你直接俾錢佢，結果佢嘅生活依然係原地踏步，冇任何嘅改變，仲會覺得你俾錢俾佢係理所當然，甚至仲會嫌你俾得少，因為佢根本冇付出過乜嘢，亦都根本唔會認為呢一啲係財。如果你想幫助你認為可憐嘅人，請唔好無條件地給予同施捨，而係令到佢哋學識靠自己嘅努力獲得錢財，介紹工作俾呢一個人。如果佢嫌太攰，你就可以唔需要再理會呢一個人噶啦，因為佢哋只想不勞而獲，而且仲會責怪你點解唔直接俾錢佢，佢嘅生活就可以馬上變好。所以奉勸大家唔好濫用自己嘅憐憫之心、善良，為呢一種所謂嘅可憐人伸出援手。人要變好，生活變好，就係要靠財星嘅行動力，努力付出先至有收穫回報，而唔係等住別人無條件地給予同施捨。拜拜。